国际消息，咱要先来看这以哈冲突即马总算停火。1月25就是第2届用人质换犯人的行动，有4个互哈马斯关15个月的以色列女军人，即马总算会当甲亲人团圆啊！也那以色列也照约束，甲200个巴勒斯坦的犯人放出来，大阵人拢去甲迎接。 以色列女兵阿尔巴格看到爸母的时阵叫个真大声，互哈马斯掠去已经15个月。去年会伫19甲20岁以色列女兵，25得到释放了后，去病院进行检查，了后甲亲人团圆，情绪是真激动。这女兵是伫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南部的时阵，伫哈尔奥兹基地遭到劫持。 以色列兵得到释放了后几点钟，载有200个巴勒斯坦犯人的巴士车队也为以色列出发，将犯人载去约定的释放地点。车队到的所在受巴勒斯坦民众迎接，犯人落车的时阵受影响式的热烈欢迎。يعني لا أستطيع وصف يعني خبر إني أنا مروع في الصفقة. الله يبارك فيك يا رب. إن شاء الله ونتمنى فرج جميع الأسرى لأن الأسرى يعانون. 这是以色列甲哈马斯停火协议成立以来第2摆交换人质甲犯人的行动。伫加沙市的巴勒斯坦广场，哈马斯甲接上4个以色列女兵的国际红十字会人员签署文件了后，正式释放人质。以色列也公布释放200个巴勒斯坦犯人。 因为以色列一个平民人质也未伫这2摆释放名单顶悬，所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，等这人质得到释放了，才会同意巴勒斯坦人重回加沙北部区域。其他也未得到释放的人质家属，25伫特拉维夫举行示威，呼吁美国总统川普是按纳坦雅胡确实执行停火协议，互其他人质也能得到释放。Mr. President, do not allow this to happen. Demand of Netanyahu to fully implement the deal in its entirety and begin negotiations for phase 2 now. 以哈停火协议伫19生效，大量援助物资也因进入加沙地区协助民众重整家园。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。